我这次来，是想给你我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。我也不知道，今日来，心乱如麻。究竟是什么事，让你竟然如此难以取舍？我越是调查慕容家一事，越是觉得其中必有蹊跷。慕容家获罪，与先帝最宠爱的皇子梁王有关。可母后如此厌恶依云，却是因为我。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只是觉得身为皇子，却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真是无能啊。那你现在还是爱着慕容依云，对吗？不，我说我保护不了的那个女人是你啊，青柔。自从你待在我身边，这一路以来竟全是凶险，加上这朝堂之上步步惊心，我就更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不会再让你纠结。我决定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在外人看来，两个人都嫁的就是。可是我毕竟是个现代人，我做不到与别人分享我的老公。我承认，我也曾经幻想过，想要飞上枝头当凤凰。可是自从慕容依云来了之后，我觉得一切都变了。他对谢言琪痴心一片，而我们又不属于这里。既然我们终究要走，我为何要耽误他们两个两情相悦呢？他现在一定十分为难，他不想让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让他为难。你如果不嫁给谢言琪了，那我们就进不了祠堂，那我们怎么穿越回去啊？等他们成亲以后，我就去求谢言琪，让他放我们进宗祠一探究竟。哎，大姐，你能不能每次换一个桥段，就用这一招翻墙？哎，高点吧，再高点！哎，你多少斤呐？本小姐身轻如燕，好吗？再高点！踩死我了你！哎，你再高点啊！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月亮好圆，好漂亮啊！你们也来赏月的是吗？好巧啊！扶青柔小姐下来。是。之前不是答应过本王不再逃跑了吗？我觉得待在这儿不舒服，没办法，感情破裂，跑了清静。堂堂太子妃竟说出如此混账话！等等，你打住！现在婚约未至，我还不是太子妃，你可别高抬了我，我受不起。你，反正不管你今天说什么，我都是要走的。来人呐，在，将他带回房内，严加看管。大婚之前，不得踏出王府半步。是。你，尊上，青柔姑娘出门时被灵齐王府的人发现了，此刻已被太子软禁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属下实在无法出手。青柔走的事情，是不是你跟谢言琪说的？是。你竟敢坏我好事！明天你就给我离开王府，不然必取你性命！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必然另有后计。我若有什么不测，应青柔就会收到一封密函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你竟敢威胁我！我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，又怎能甘居人后呢？受人指使。坤少说，人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你不要逼我。让我过去，我有话要说。让他进来吧。有何事啊？我刚刚去青柔房间探访，为何周围全部都是侍卫？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禁锢人身自由！住口！本王没知你知情不报之罪，你竟敢先向本王来问罪！我有什么罪？青柔要走，你为何不告知于我？哼，腿是长在青柔身上的，我拦得住吗？再说了，我跟青柔是闺蜜，我怎么可能出卖我的闺蜜呢？你与青柔同日来府，本王也早已把你当做自己人。青柔此番为何又要逃走？哼，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。既然你拿我当自己人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慕容和青柔两个人，你怎么想的？放肆！哼，哟，这就放肆？刚刚还说我是自己人呢，你这脸翻的简直比翻书还快啊！你干脆把我也一块关了吧，要不然我到处跟别人说去，你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罢了，本王的事你们不会理解的。有什么不理解的？二选一，这有何难？你既然选择了慕容，那青柔出走就顺理成章。你既然不让青柔出走，那就让慕容一人走啊！来人呐，在，给我压下去！哎，你至于吗？青柔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这么对她合适吗？啊！